輝達執行長黃仁勳5日宣布，最新 Rubin 平台 AI 晶片已進入量產，運算速度將是 Blackwell 平台倍數以上增長，且成本更低。亞馬遜 AWS、微軟、Google 等雲端服務供應商 CSP 最快下半年導入。輝達再推地表最強 AI 晶片，開啟 AI 全新世代。法人看好台積電2330。鴻海2317，廣達2382及緯創3231等供應鏈將跟着衝一波。2026年仍將是豐收的一年。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CES 2026將於6日至9日開跑。黃仁勳在開展前一天以 What's Next in AI 人工智慧的下一步為主題發表演講。面對 AI 泡沫言論，黃仁勳高喊 AI 的競賽已經開跑，目前價值10兆美元的傳統科技市場正在大幅轉型，未來都將以 AI 為基礎進行升級，每個人都在努力邁向下一階段。預期 AI 運算模型及市場需求仍持續爆炸性成長，使得 AI 基礎建設市場呈現快速上升趨勢。Rubin 平台的問世將會替 AI 運算能力帶來新世代標準。黃仁勳表示，全新 Rubin 平台已經開始進入量產階段，預計下半年出貨客戶。Rubin 平台包含6大晶片，除了 GPU 的 Rubin 之外，另外還包含 CPU Vera、NVLink 6交換器、Switch、高速網路架構 ConnectX、9 SuperNIC、加速雲端資料處理的 Bluefield、4運算晶片，以及 Spectrum 6液態網路交換器。黃仁勳透露，Rubin 的運算能力是現有 Blackwell 的倍數以上，推論效能為 Blackwell 的5倍，訓練效能更有 3.5 倍成長。此外，新的 CPU 擁有88個核心，效能是原先的2倍。他強調 ，Rubin 的每單位符元 token 運算成本僅先前產品的1/10，在訓練當前市場主流的混合專家模型 MO 所需的 GPU 數量僅需要過去的1/4，節省成本之餘，更讓運算效能大幅提升。輝達 Rubin 平台晶片由台積電以3奈米獨家操刀，並整合 CoWoS 先進封裝製程。業界傳出，台積電 CoWoS 先進封裝製程已經滿到今年底，所有協力封測廠也開始全力支援，後續將有望同步受惠。黃仁勳並秀出 Rubin 平台打造的重集 AI 伺服器平台，由36顆 Vera、72顆 Rubin 加上 NVLink 6交換器、Bluefield 4運算晶片打造成16櫃的 AI 伺服器運算系統。黃仁勳強調 ，Rubin 打造的 AI 伺服器與以往最大不同就是省去大量纜線，因此機殼也端出全新設計，讓組裝一櫃伺服器的時間大幅縮短。若以10%的液冷 AI 伺服器來計算，最短時間僅需5分鐘。